继续咱做伙来看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，南韩日头一届做北极海运航线的测试，要一路驶去欧洲。这条水路为釜山出发，向北边经过英国、荷兰，还有波兰，一路驶到欧洲，往回差不多是40天至45天的时间。若甲原底南边这条苏伊士运河路线来比，时间差不多会缩短35%。若这燃料甲成本都会降低。南韩按算伫咧2030年进前，甲这条水路商业化。测试若是成功，就会当来对抗去欧洲的平常时路，也就是阻挡中国甲罗西亚独占北极海这条水路的航权，而且嘛闪过传统的航线，会当来避免地缘政治的风险。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，欧美对罗西亚实施制裁。南韩这一届煞是找罗西亚来斗相共，这等于是破坏孤立阵线，互欧美是感觉真不满。而且南韩伫咧出发进前，竟然是主动通报罗西亚，安尼等于是承认罗西亚主导这条北极海的水路。过来，若以环境的角度来看，气候暖化和海冰扬起，上船若是进入北极，这碳排相对嘛会增加，嘛互暖化的情形愈来愈严重。所以南韩这一届水路测试，若会面临外交甲环境的问题，而且敢真正会当商业化来营运，也要面对无共的考验。韩国当地时间日暗时9点半顶下啊，装载了2758个 TEU 的环旗集团所属的货柜轮环旗红道号慢慢离开釜山港码头，展开这场伫航运甲地缘政治上充满实验性质的旅程。所谓的北极海航道是指伫全球暖化影响之下，北极海冰层扬起所空出海域，用个连接北欧、西欧，也有远东各国，是即阵绝大多数国家使用的苏伊士运河航道以外，近年来所兴起的海运新的选择。根据路透社引用估计，对韩国釜山到西欧各主要港口，若是用传统的苏伊士运河航道来回航程大约70天，也若是行北极海航道，敢若需要40到45天，用个节省真侪时间甲成本。同时，有即个北极海航道是挖罗西亚北边海域，罗西亚方面会使收真悬的通行费。特别是即阵伫中东局势紧张，红海甲苏伊士运河航道面临伊朗外围组织封锁，罗西亚更加是积极来向各国推销。不过看起来节省时间甲成本的表面之下，北极海航道是面临地缘政治围堵的严厉考验。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，欧美实施的真侪制裁内底，就包含禁止对任何甲罗西亚往来航商承担保险。因为欧盟对航行北极海可能造成的环保问题，更加是真计较。另外，伫技术上，北极海自然环境敢若适合专运天然气船只，也有线装货轮，无适合大型的货柜轮。就算是环旗红道这款的大型货柜轮，船长以下的船员也需要这个特别的证照。韩国中央日报分析指出，伫即阵地缘政治山边徛的这个常理之下，行亲西方路线的韩国是由政府出面支持航商进行北极海的试验航行，一定会冒着互欧美真无欢喜的风险。不过对历史经验来看，韩国伫半世纪进前的朴正熙时代就驶过欧美开始布局北方政策，也伫罗泰武年代甲前苏联甲中国建交，也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严厉制裁下，依然有 LG 电子、现代汽车这航商维持伫罗西亚的营运。中央日报认为，环旗红道号货柜轮的破冰之路，依然有机会伫长时间开创韩国海运业的新商机。公视新闻，徐嘉玲编译。